我不要金融产品，不要保险，不吃饭，不健身，不购物。你不要再打给我了，好吗？不是孟小姐，我是那个快递员小楚啊。上次那个修水管，您还记得吗？大泽先生又给您订东西了。啊，您现在在家吗？孟小姐。 孟小姐，您没事吧？你来了，大泽先生给您的礼物。大泽，他是坏人。坏人？单子给我吧，我来签。孟小姐，孟小姐，不是您是不是喝多了？孟小姐，你醒醒，您到家了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床啊，没有到家。孟小姐，您钥匙在哪儿啊？钥匙在口袋。您口袋里没有钥匙啊？在这里。安全。你谁呀？你怎么在我家？哎，孟小姐，你还光着上半身？你给我的钥匙，你在公园，你喝多了，我去给您送快递。您说你要回家，我给您送过来了，你还吐我一身。你看看你衣服，我在公园喝多了？那丢脸。以后在外面少喝点酒，不安全。